再来关心，这是杨丽花歌戏中校节日，经过准备拍片时间拢总4年，按算下半年就会当伫咱台视上市。因为这是台湾歌戏国宝杨丽花头尾让15年，真无简单，真有路豆豆啊超切的电视歌戏，演员造型嘛足久看，嘛有真侪电脑红啊图，望要互观众有和过去完全无同的感觉。 无细里走入去山洞内底，结果拄到一只虎，等阿兰行到关进体后，杨丽花歌戏中孝这个为着对着时代，佮特别加一寡电脑的效果入去。以前我们的老虎或者老鼠，或者是任何的动物，你可能穿布偶，因为它是戏曲，你穿布偶还可以。他希望歌仔戏是与时俱进的。 像讲梦想的爱靠电脑来做，毋过伫搬戏的时阵，干那会当家己想，每一个骹步手路，每一个表情，拢有设计过，才会当表现甲上完美。杨阿姨啊，她其实每一部戏她都希望带给大家新鲜感。她就曾经牵一只真的老虎在她的身边，同时演戏。如果真的剧情有需要跟这些动物在一起，她就希望很真实的。 让大家可以看到，因为是台湾歌戏国宝杨丽花，让15年了后，佮一改打造的电视歌戏作品，那伫画面会有改变，和总造型嘛加较讲究。像讲等阿兰伫第2单元内底要搬一个较土性的角色，头妆型嘛无像过去的歌戏共款，拢是洗啊铺，这届是自然放落来，干那一个单元就换10外种造型，行甲传统无共的路，做一出有路佮国际化的歌戏，就是希望要互 民众看到无同款的作品，记者综合报道。